唔使靠天，直接將大自然嘅陽光、水、空氣成套搬翻屋企。好多人裝修咧，只追求好唔好睇，但係最容易忽略嘅咧，就係最影響一家人健康嘅3樣嘢：陽光、淨水同埋空氣。今日咧，我哋就帶大家嚟到珠海世邦家居1號館 Honeywell 專櫃，帶大家體驗一下全屋健康嘅裝修方案。Hello， 家豪。Hello， 遠君，歡迎嚟到 Honeywell。我哋間鋪嘅理念就係打造一個類似大自然咁嘅舒適環境，令你屋企唔單止靚，仲要每一處地方都充滿住健康嘅氣息。好多人咧都聽過 Honeywell 呢個品牌啦。家豪，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佢呢個品牌嘅嚟頭咧？Honeywell 咧係1885年喺美國成立嘅，係100年嘅國際頂尖科技品牌，深耕航空、航天、環境科技控制。而家將航天級淨化控光技術落地家居，主打健康環境家，專門幫屋企優化燈光、空氣、水3大核心居住環境。難怪用起身特別放心啦，原來有咁多年嘅技術。咁我哋頭先講話要將陽光搬翻屋企啦，唔通就係靠我哋背後呢啲燈？俾你估中咗啦！咁我而家就帶大家去睇下一個比較特別嘅燈。呢個就係我哋主打嘅純正陽光系列。你睇佢嘅外形，燈體周圍有圈好似土星環咁嘅設計，懸浮感十足。大家都叫佢土星環燈，簡約又現代，仲似一件家居裝飾添。佢最大嘅亮點咧係燈珠向上發光，光線先打到天花板嗰度，再慢反射到全屋，就好似太陽光咁慢慢滲落嚟，做到唔殘眼，同埋 RG0嘅無有害藍光，模擬天然太陽光嘅柔和質感。呢個咧就係我哋嘅控制面板，大家睇到佢有好多種模式：伴行夜燈、活動模式、閱讀模式、互動自然光、照儀觀影、家庭影院。呢幾種模式咧都係經過科學嘅調配，適配每一種環境。咁我而家直接望住呢個燈咧，係唔會覺得殘眼嘅。係啊，無論大人喺度辦公睇書，定係小朋友喺度做功課，長時間睇都唔會眼攰。等於將柔和嘅陽光24小時留喺屋企。咁有咗陽光，當然唔少得健康嘅水啦。依家好多屋企咧都比較注重飲水嘅健康。咁如果我想揀翻比較適合自己嘅淨水器，有咩推薦呢？咁呢台式淨水機就啱晒啦，完全唔使安裝，插電即用。佢用嘅係 RO 反滲透深層過濾技術，出水直接達到飲用標準，幾秒鐘就可以將唔同溫度嘅水沖出嚟。自帶一件製冰嘅黑科技，夏天嘅時候隨時可以出冰塊，沖茶、沖咖啡。整飲品都超方便，仲搭配兒童鎖嘅設計，擺喺屋企或者辦公室都好方便。咁對於我哋呢種日日要沖茶、沖咖啡嘅牛馬人嚟講咧，實在係太正啦！幫我搬台翻辦公室。如果啱啱處於裝修嘅階段嘅話咧，我哋都可以預留好廚下安裝嘅位置，就可以安裝呢部800加侖嘅淨熱一體機，佢出水速度係超快嘅，仲有精準嘅調溫功能，滾水、溫水、常溫水一件就可以出。用咗反滲透嘅技術，可以過濾水入邊嘅重金屬細菌，過濾完嘅水直接飲，口感清甜，完全冇自來水嘅味，仲達到超過家嘅水效，長期用慳錢又慳水。煮飯、煲湯、沖奶、直飲都完全冇問題，真係超級方便又健康。冇錯啦，我哋仲有新風系統同埋除濕系統，仲有空氣淨化系統，可以24小時不停咁將室外嘅新鮮空氣過濾乾淨送入嚟屋企，同時將屋企混濁嘅空氣排出去，仲可以將室內嘅濕度控制喺60%，就算關住窗都好似住喺公園咁，空氣清新，連回南天嘅時候都唔使驚屋企聞到有異味。想屋企有舒服嘅陽光、乾淨嘅水同空氣，咁我哋就直接嚟到世邦家居1號館 Honeywell 專櫃啦，將成個大自然搬翻屋企。咁有好多港澳人士擔心喺大陸買到啲家電，如果有售後會比較麻煩。你哋會點樣處理呢？呢個完全唔使擔心，我哋有專門針對港澳嘅便利服務點，唔使驚買完之後冇人跟進。咁真係夠晒安心啦！另外憑我哋世邦家居商場嘅統一銷售單，仲向我哋嘅7大服務售後保障、雙重保障，咁大家咧就放心衝啦。咁今期嘅探店咧就到呢度啦。大家想睇更多裝修嘅推薦或者係避坑嘅指南咧，記得點讚關注我哋。今期就到呢度啦，大家拜拜啦！拜拜。